“尾边山绝”这个成语，你知道说的是谁吗？是孔子。孔子晚年读《易经》，把竹简的皮绳都翻断了多次，但他做了一件更了不起的事，为八卦写传，也就是释义。他把一套占卜工具升级成中华文明的操作系统。乾卦代表天，他解读为自强不息；坤卦代表地，他解读为厚德载物。八卦从此不再是神秘的符号，更是成为一套解释宇宙与人生的哲学模型。它的成功不在于征服领土，而在于为后世中国人安装了一套文化内核。2000年里，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匆匆汲取智慧。今天你读到的与时俱进、厚德载物，源头都在这里。孔子用八卦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伟大成功是构建一套能影响千秋万代的思想系统。